啱啱從澳門坐地鐵翻到嚟你屋企，今日睇呢一個咧係上半年成個珠海銷售嘅冠軍，網簽度數都係第一名嘅。我哋而家呢個位置咧就係華發商都嘅2期，已經開咗業噶啦，肯德基、奈雪、屈臣氏呢啲嘢全部都有晒噶啦。嚟緊咧，我哋即將要開業嘅係我哋華發商都嘅3期，將會成為成個珠海最大嘅華發商都。地鐵上蓋呢個位置咧，唔單止翻澳門方便啦，而家咧翻港珠澳大橋口岸都係10分鐘嘅時間嘅，超50%嘅港澳業主，真係相當之舒服嘅一個港人社區啊！而超成熟配套嘅10字門片區呢個位置，120萬起你就可以買到一線嘅海景房啦，真係超級靚仔。事不宜遲，上樓。嗱，呢棟咧同埋呢棟咧就係珠海最高嘅一個大廈啦，下邊咧就係國際會展中心啦，咁以後都唔會有遮擋嘅。對面咧就係呢一個澳門嘅半島啦，右手邊就係橫琴，對面咧就係澳門嘅氹仔。可以講係三江匯聚嘅一個超級靚嘅位置，呢一個亦都係獨一份嘅存在，所以話呢個 view 都值100萬啦。而家講緊呢個價錢，你就可以攞低，真係對比翻隔離嘅中海環宇天下同埋華發灣11號咧，就真真正正嘅性價比就可以體現出嚟啦。因為你喺屋企咧就可以睇到煙花嘅，真係相當之舒服嘅。咁呢一間咧，我哋就做緊個82平方嘅2房單位啦。咁呢一度係住宅嚟嘅，住宅咧係有明火啦，咁同埋咧我哋嘅最新嘅交付標準裏邊，華發升級嘅一個系統咧係送埋呢一個方太嘅洗碗機嘅，係所有單位都有送噶吓。咁有明火啦，西門子嘅明廚啦，我哋見到呢啲嘢咧，基本上都係交付標準，除咗呢啲咁樣搬得喐嘅嘢唔係，其他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嘅。入戶嘅大門啦，4合一嘅電子門鎖啦。3米嘅開間，麻雀雖小，5臟俱全。睇下第一間房先，你可以作為一間書房去使用。呢邊嘅景觀咧就係望翻呢一個城市景觀嘅，都係成個10字門片區嘅高樓大廈啦。呢間房可以細細地做間兒童房，或者係2口之家、3口之家，2公婆再加一個小朋友，非常之合適。或者退休養老咧，都係相當之舒服嘅。呢一邊咧就係我哋嘅公區衛生間啦。做咗3摺疊嘅門啦，同埋3段式分離嘅一個設計咧，非常大咁節省咗個空間，同埋非常之通透嘅。我最後睇下呢一間主人房裏邊啦，主人房最靚仔嘅一樣嘢就係個景觀啦，同陽台咧係一致嘅，即係話咧你喺呢度瞓住覺，到每年嘅澳門煙花節咧，直接喺屋企張床你就可以睇到清清楚楚。呢度夜晚着咗燈，個城市景觀真係超級靚嘅。呢度做埋個到頂嘅衣櫃，舒服到不得了。如果對呢套房有興趣嘅情況下咧，可以評論區666，我發多啲資料俾你。